中国乌白西人打压台湾，南非要求咱的代表处伫10月底进前刷离开首都。北韩放弃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但正式了破面修改宪法，甲南韩定做敌对国家。英国国会议员提交法案，希望安乐死合法，让患者有性命的自主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金。南非的外交部通知咱台湾伫当地代表处，叫咱爱伫10月底进前刷离开首都，而且态度是大家真硬，讲这个代志无得参详。咱的外交部嘛拍算要反制，同款要求南非的办事处刷离开台北市。有学者认为，南非这款做法是中国伫咧背后塞人，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伫中非论坛宣示全面提悬中非关系，也甲南非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各港部加大对待施压，传出南非外交部威胁过咱的主管，要求10月底进前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报告约翰尼斯堡，甚至咱主管7次举行国庆酒会时阵发电邮通知牵管，强调无协商的空间。目前外交部仍持续进行最大努力，但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伤害台菲两国情谊，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研拟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传出外交部建议，对定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迁出台北市，严审南非签证申请，暂停提供教育交流资源，减少南非籍英语教师数量。南非1998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咱甲南非断交，佮停止对南非经济建设援助。不过中国长期由非洲国家，目的也是咧甲欧美相抗衡。学者分析，南非要求迁管事件甲中国伫背后策动有关系。中方伫政治外交层面对台施压，日头上强是夺取邦交国，过来就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这是南非要求我们撤款1000%的，是中国大陆在幕后怂恿的。这南非为什么那么的斩钉截铁，态度那么的强硬？当然也跟这个中国给他承诺一些协助一些这个援助也不无关系。北京还是非常善用了他手中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包括像军事或者像政治外交，以及像是经贸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对台适用的工具。南非过去奈及利亚也捌因为中国因素打压咱驻内国代表处，要求改名迁出首都阿布加，减少派驻人员，佮派武警封锁代表处，强制咱的驻内代表限期离境。学者表示，被要求迁管改名，虽然政治效应无强，已经是中国惯用手法，政府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印尼移工无医生执照，家己看影片学美容，都伫咧网络招人客，伫旅馆的房间内底替人敲喙齿，因为介绍订到真俗，定定拢互准文满。即阵人是已经去互移民署逮捕。喙齿打矫正器，也佮矫正前后的对照做宣传。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接到线报，这印尼籍女移工私底下做医美、喙齿矫正或者是美白者非法医疗行为，因为真俗，而且名额有限，请一个移工来有用。美女疑似上网看影片，自学矫正技术，且不定时在网络公布预约医美疗程时段及地点，因费用便宜且名额有限，吸引许多同乡慕名预约。警察警员伫高雄三民区一间旅馆，掠到将旅馆房间正做临时工作室的义工，现场佫超出真侪医疗工具。旅馆业者表示，唔知旅客大目的。这附近的饭店都有，不是只有我们。用人工美白为例，介绍正常伫2万到2万5，喙齿矫正是伫12万到20万。不过比起移工所付疗程收费，拢无超过1万。后续治疗是收几百到几千，这样俗价真受移工的欢迎。不过恐惊无保障。美白的药剂其实是要通过卫署字号，它才是一个安全的药剂。经过美白的治疗之后，牙齿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敏感的状况。那同时，医师会需要帮他先评估，说是不是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或者是蛀牙的状况。
详细检查患者的喙齿，毋若美白，医师表示，喙齿矫正为评估到过程可能发生真侪状况，真需要专业甲技术，毋是靠影片家己学就用处理。经过医病素查证，这比起伊讲虽然伫印尼做护理工作，毋过无医疗专业背景，而且违反医术权，以送伫检肃正办。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凯比风台甲三德治风台这两粒风台拢扫入来台湾，高雄的高山区拢有淹水。居民讲是因为我茶山营区树围破空，大雨冲落来只载袂掉，山脚才会做大水。若市府表示，风台透风落雨造成灾情，袂使拢怪互军方。多个树围变作破口，一大堆土水对军营冲出去，无外国附近的3个里拢积水啊！花明团路即排透天，过去10几冬来拢无淹水，今年拄着凯美三道里风台拢变作浸水厝，有的民家厝的地下室甲担水拢还袂退，居民控诉讲，军营树围破口是会修。因为都是海军的围墙那边造成下来的黄沙滚滚啊，我们这边好像是黄河啊，因拄啊破3坑啊，拄啊淹着3里啊，所以阮即摆阮3里联合起来。阮有迄个委托律师，要甲因申请国赔。居民认为讲，属海军陆战队的营区是正瓦茶山，这2摆风台山谷的降雨拢淹黄土，冲落山拄着树围，真侪所在拢破空，才会安尼放弃。土水淹去附近的主体，搁拖到美术馆地区，含军营敢若隔一条路的幼稚园是第一个受影响。嘛，这当先整理内部，互囡仔会当上课。外壁是甲担拢在清，园外的车路嘛有明显的黄土。当地里长讲，伊讲水退了拢落过霾，搁有人累残。这边会先淹，淹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往这个美术馆那边冲进去。上次凯米那一次，这个地方就有破了。可是这一次又同一个地方破第2次，但是里面加不满影响军方反映，说红回讲是天灾造成的，决定提国赔。台风可能有一些树木倒塌，或是一些树叶造成他们的排水系统有一些阻塞，所以造成整个水淹上来之后。加上它老旧的围墙承受不住水压，政府讲是雨水淹黄土，佮拄着树围已经旧啊，才互土水冲过去一直淹，已经和军方协调，由市府争取再收工程修建1.1公里的树围，军营嘛改善内部的排水系统。陆指部回应讲，已经完成内壁初步强化作业，后壁会积极来争取预算增建，确保营区和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凯比风台造成彰化大城乡做大水。打过2个多月啊，当地西港村因为地层下陷，西港村淹水是还未完全退。当地民众是真不满，按照县府讲会争取经费来改善。爆发外口排水沟拢是落过霾啊！爆发内底啊，拄着大楼地势较低路队淹水。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伫7月开灭风台来时阵，淹水严重，过2个多月，还佫有淹水问题，居民是真艰苦。因为它流出去的排水的水路受到改变，没有办法像以前自然会排出，所以造成内地会积水，积水就会发生积压嘛，不小心就会跌倒。那现在因为外海的堆积非常严重，所以外海已经比内陆高了，那导致说这个动力排失效，所以内海的水沟啊、路面啊，水都排不出去。当地村长表示，这淹水主要原因是外海沙土冻得真严重，风台内对改变排水水路，大洨时阵热水排不出去，爆发边路甲路常常积水，影响交通安全，甚至有人骑车摔倒。希望水利单位提出办法解决。县府强调，西港村路会淹水是因为气候变迁、潮湿甲地层下陷这因素，地势无法度动力排水，加上当地气温抽水排到路边的沟造成。在113年8月30号有获中央核定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的治理工程，这个核定的总经费约计21亿元啦。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争取相关的补助改善。水资处表示，会积极关注地下水井，各向中央争取整治经费，甲水利署合作进行清污作业，佮考虑增加抽水站展开区域排水治理工程，希望解决西部沿海自路的淹水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去摇摆州宾州造势，现场是100外的共和党的人来徛台，挑工要互共和党的Trump歹看。若为上新的民调来看，Trump和贺锦丽支持度是夹到真悬。这大选的结果出来进前，谁人做总统要真歹讲。
贺锦丽16日滨州举行这礼拜第2摆的造势大会，徛在支持的是上百个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呼吁共和党的选民爱国比爱党是更加重要。 And as a military guy, I've always respected strength in leadership. And Trump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He's a whiny, weak, small, tiny man who is scared to death. The MAGA movement has veered away from Republicans and become a totally extreme group. I've maintained my Republican stature, but I can't support a movement that just doesn't stand for human decency. 贺锦丽对这共和党人的勇气是表达敬意。接落来嘛参加保守派的福斯电视新闻节目的访谈，直接对偏优含还未决定的观众群，在移民问题含主持人一句来一句去。You have to let me finish. You please. had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I'm and they in the didn't middle bring up of that bill. responding to the point you're raising, and I'd like to finish. Yes, ma'am. 这场总统的选战目前并无明显的领先者，包括 CNN 路透社和福斯新闻的民调，拢显示讲双方的差距是伫3趴的误差范围内。联邦选委会15逼出来的文件显示讲，1万好野人马斯克3个月内捐差不多7500万美金，合代表是超过24亿的资金，予伊替川普成立的募款团体，比任何其他的团体拢较济。另外一个摇摆州乔治亚州的法官是裁定讲，选务人员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验证选举结果，未当因为单方面怀疑结果就拒绝验证延签定数。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北韩修改宪法，甲南韩明确定做敌对的国家。较早北韩是拢叫南韩是南朝鲜，北韩宣布以后会用正式的名称大韩民国来称呼。这也代表金正恩决心要放弃坚持几十年统一南北的目标。有学者认为，北韩正式抓破面做对头，最近佫甲南北韩相通的铁路甲公路拢崩掉，未来一个无细致可能都会整起来。2026月，迄阵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和苏当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拿啉酒、拿开讲，双方官员佮唱流行南北两边的歌曲，咱的愿望是统一。不过，东北亚的局势改变，南北统一的想法也伫因过身了后，拢学有去。外电引用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的讲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示，面对上主要的国大韩民国，必须要永远切断而且封锁两国的国境，并且以坚固的防御工事，和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 DMZ 正做军事要塞。총참모부가 그 접경지대를 국경선화하고 요새화하겠다는 그런 선언을 했어요. 그래서 그 선언에 입각해서 행동으로 보여준 것이죠. 안전핀이 제거된 그런 방아쇠에 손이 이제 올려져서 언제라도 격발이 될 수 있는 그런 아주 위험한 그런 국면에 처해 있다고 할 수 있겠죠.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2023年年底的公开演说，就讲到，南北两边已经毋是同一个民族，是伫咧交战状态的敌对国家。这个讲法甲长久以来南北韩拢接受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完全无共款。金正恩今年初又佮讲，必须要彻底放弃包含统一、和解、共民族这个观念。到4月，韩国发现北韩部队开始伫 DMZ 附近大量带地雷，并且去阻挡战车向前的障碍物。日本时事通信社的分析认为，讲北韩当局了解家己的能力，无可能主导咱所讲的南北统一，领导可能和美国支持的韩国进行吸收并吞噬的统一，所以直接公开宣示放弃统一，来维持平壤政权的存在。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英国查甫团体 One Direction 的成员 Liam Payne 那像是食酒醉，伫阿根廷首都为一间饭店的3楼摔落来，不幸死亡。详细原因要搁咧调查。那官媒听到消息是拢真唔甘。马上伫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间饭店外口的树仔骹献花点蜡烛，有人揽做花口，这查某囝是真袂调，哭甲真大声。Ya no se van a juntar más, y él no hizo más tour y no lo vamos a ver más, y es la única forma en la que teníamos para vivir eso. Y ya no va a estar más, y ahora qué hacemos, Dios, ¿cuánto? Ay, no puede ser.
要将这么艰苦，是因为因热爱前英国男子天团 One Direction 成员连恩·佩恩进前传出伫职业饭店3楼坠楼身亡，当年31岁。连恩是伫9月底到阿根廷参加演唱会，度假期间，佫将家己翕的影片抛去社群网站，想要到10日这一天，警方才就报案，知有一个可能受毒品甲酒精影响的查甫人，因为情绪无稳定，伫饭店大厅熄闭电，被强制带回房间。警方到了，被告伫饭店花园传出真大声响了，就发现连恩·佩恩的遗体。医疗人员透露，因为伤势伤过严重，当场死亡。连恩·佩恩16岁时阵参加电视选秀出道，2019年甲其他4个成员共组男团 One Direction， 加红伫全球有真侪美奖。Fame can mean a few things, and like I often think that people hold like a certain it's the word light celebrity to, that we don't like. Yeah, they hold a certain light to it. 2016年 One Direction 解散了后，连恩·佩恩的乐风转向电子舞曲甲嘻哈音乐。伊伫2017年推出的单曲《马进节》Billboard前10名，最近一首单曲伫今年3月发布。真爱表现甲创作写歌的连恩，过去承认家己把酒精药物控制，去年接受治疗了后，要保持戒酒6个月。伊死因爱国等警方后续调查，公司新闻暂回变评价。英国议员伫国会提交法案，希望会当立法，伫英格兰甲 Wales 合法执行安乐死，互4名存活到6个月患者有权利决定敢要透过医疗协助解决家己的生命。英国文字编辑克雷瓦尔今年才40岁，暗过2当前稍后诊断得到突发性硬化症，未来有可能无法度行，只会当倒伫眠床生活。伊烦恼家己无法度面对这款痛苦，嘛无法度控制会痛苦偌久，嘛有较侪选择会当决定家己生命的走向。An assisted dying or fully incurably suffering feels so urgent now because of the peace and the benefits, frankly, to my mental health and my partners that it would offer me right now. 已经新订的癌症患者题目，为细汉开始就有学习障碍，遇到癌症了后，除了妈妈甲安宁教会护理师，无人会当挖苦。看到伊的病情继续恶化，伊82岁妈妈正烦恼后生的未来，因为伫英国安宁教会资金减少，好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嘛减少了。Well, all those that I have known have said, I would like my child to die before me. 受到安宁教会品质愈来愈无好的影响，加上大众对安乐死的看法有改变，英国阁一摆出现安乐死法案的争议。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利德比特16伫国会提交一份促进成年人生命终结法案，允准伫英格兰甲威尔斯合法进行医疗辅助死亡的法案。泰晤士报报道，法案若是通过，促进患者会当伫1名法官甲2名医生的批准之下做安乐死。不过，法案的对象只限制身体正常，也是生命只存6个月以内的新连续症危机患者，其包括帕金森、阿兹海默这疾病拢无算在内。For some people, palliative care is not going to eas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choice to have an assisted death,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given that choice. 英国国会捌伫2015年对安乐死相关法案做辩论，最后否决法案。违反的人上重会当处14档的徒刑。教会高层还有反对安乐死的人，嘛反对法案会造成弱势甲伤残人士的惊吓甲压力。离英国医学协会嘛捌反对，不过伫2021年立场转做中立。英国国会会伫11月下旬对法案做投票，决定是毋是要通过立案。根据市调机构伊普索莫利2023年的民调显示，有2/3的英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得到一寡有名的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暂时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澳洲的国宝无尾熊过去1世纪以来数量是一直在减少，需要政府出手来保护。根据统计，澳洲的无尾熊可能敢若剩9万只，数量无到20当前的一半。伫咧2022年是已经正式列作强要断种的动物，因为有皮菌这种细菌会害无尾熊失明，甚至是无法度探种。而且最近这几年气候暖化，常常发生火烧山，加上都市开发破坏生态地，无尾熊高不集中走入去人类的空间，有几若只去互车搞死。
动保人员用大筒一喙一喙地饲无尾熊囝，这只无尾熊囝的体重才甲一粒酸影差不多。动保人员发现的时，无尾熊囝躺伫路边，伊的阿母已经互车撞死。实际上，伫过去2年，动保人员伫附近救到40只互车撞到的受伤的无尾熊，这也代表死亡的无尾熊数量可能会更较侪。I think if we continue on the trajectory we're on with habitat destruction. 根据澳洲的统计，目前无尾熊阁存大约95000只到524000只左右。因为城市扩大、土地清理政策、森林业的开发，阁有错树啊，也阁有河狗攻击，阁有交通事故等等的理由，互澳洲的国宝数量继续减少。也若大约伫50年前，动保人员头一届伫无尾熊发现 PE 菌，这种细菌会致使无尾熊青霉。母的无尾熊尿道会感染，甲袂生，也会损害到公的无尾熊的精子。动保人员批评当地政府动作伤慢，才会互东海岸的无尾熊伫2022年，互政府正式列作可能断种的物种。也有研究人员伫这10年监测，并且对165只的无尾熊注疫苗，发现这互因的死亡率降低64%。不过目前有关是伫咧试验阶段的初期。But I have to stress that this research is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there's no magic pill that's going to fix this chlamydia problem. 最近几年，动保人员又搁发现无尾熊当地面对另外一项的威胁，也就是气候变迁。气候变迁造成大火甲烧热的天气，会互无尾熊的生态地愈来愈细。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咱较早拢想讲，干那病毒甲一寡微生物有法度伫咧海底生存。毋过有一项新的研究是发现，伫太平洋2500公尺深的所在，有鱼塘、陆地，阁有大公塘等等，生态是不只啊丰富。That was a power move right there. 看到机械手骨是成功去刷海底热泉区的岩浆地，欢喜甲拍破啊！这个规个拢是白色的拱形物，看起来真奇怪的海底，就伫太平洋2500公尺深，一个叫做东太平洋捅出来的海中山脊，伫遮有真侪火山的活动，海底热泉喷出来的水温度会当到60度到460度以上。科学家去年热天利用机器人和遥控装置做探索，发现这竟然是大无想到的生物。At the site of Malvence, there's warm water coming out of the seafloor that's, for example, rich in sulfide, low in pH. And there, this site of Malvence tube worm, a giant tube worm that can grow 2 meters in length, is thriving. 科学家发现，讲鱼塘、陆地和巨公塘这生物，主要是分解热泉内面流出来的矿物质做食物。因伫这片唔知影到底有偌深的海底，形成和陆地完全无共款的生态。We were wanted to know how this tube worm disperses, where the larvae are found. And instead, we found a complete new habitat for Hyde of Malvence. And we found basically that this Hyde of Malvence, they not only occur on the surface that we can see, but they occur also in the cavities below the surface. And that was super exciting. And we have not expected it at all. 研究人员讲，这座海底探索之旅，除了要伫极端的条件之下操作，找到相对较平的区域来采样嘛，真无简单。因推测，其他的深海热泉区同款有真丰富特别的生态，等人类进一步去发现。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真侪人爱食四手啊！全世界逐年都生产几60亿包的马铃薯片，不过这包装的本数是无法度回收的。英国一间农场就开发会当互成分分解的包装，推广环保，减轻环境负担。胖胖瘦瘦的马铃薯片，去年全球市场规模343亿美金，因大部分拢是用塑胶、铝箔袋啊包装，较无口味酥脆。毋过，这种化学材料无法度进行资源回收，食完了后，袋啊撇到掩埋场，要用80年才会分解。毋过，伫英国这间环保用上马铃薯片的生产线顶情形无同，看起来同款的包装袋啊，毋过因26礼拜内就完全成无分解。This is 100% cellulose film. It's the only fully 100% compostable crisp packet that we know of. This took us 4 years to develop, but whatever you do with this packet, it will break down. It will dissolve back into water, carbon dioxide and biomass.
当地农民梅森甲果林20多年前就开始找找更加永续牛市生产的方式，了合作创立永续美灵芝品牌2个农民。农场内底除了年产500栋美灵芝，也搁种贩卖甜菜者能源作物，甲饲鸡场的鸡屎、杂草、无必用的作物，拢收集到真大营养槽内底发酵分解，产生沼气做能源。执行规美灵芝片工厂为清洗切片到自包装，规生产流程的电。村内固体液体物质加做肥料，按算伫2025年实现大中和。There is lots of microorganisms that break down all this material that we put in, everything off the farm, all our waste, break it down and produces methane gas. That methane gas then travels to an engine. What we don't use goes to the national grid. 豆豆都台用一摆豆片包装甲塑胶容器已经是全球出世，杜拜为今年开始禁用塑胶袋啊，第一阶段禁止发泡塑料容器，按算伫2025年底，全面停止食物残余甲饮料用一摆包装负起相对的环保责任。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